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2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杂志报道有人控告立委黄伟哲以及国会办公室主任詹碧珠涉嫌诈欺伪造文书，黄伟哲13号召开记者会澄清，强调该报道伫无证据之下乌白指控，经这一选地点市场初选将要来到的敏感时刻，根本是故意抹黑。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最后时刻，在这场选举当中，常常遭受到攻击的立委黄伟哲，今日针对着周刊爆料伊的办公室主任曾碧珠的债务纠纷问题，受到牵连的伊也做出回应。黄伟哲表示，家己从来都无实的金钱交流，也强调该案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请部分党内同志唔通乌白散布这个错误的消息。他们把这个周刊的内容，断章取义，而且甚至于加所谓的，本来周刊是写说涉及诈骗，那可是也没有举出怎么样诈骗，可是呢，在地方传言就是涉贪，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必须让我们自己要出来替自己自清。所谓的自清，是我们希望说，我们把这个全案送交给党中央来处理。好，送交党中央处理2个意义。啊，党中央当然会检举，拿各方，包括人家指控我们的，包括我们自己讲的，然后拿去做一个评断。第二，对于中间，这个因为选举过程所做的这个不实的抹黑，跟这个指控，跟泼脏水这些动作，我们都应该要保留相关的法律追诉权。目前，黄伟哲也暂时停止该主任的职务，让伊好好去处理债务的问题。同时，债务问题也进入到司法的程序。黄伟哲表示，请大家千万唔通无证据就对咧乌白讲话。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台北市长李梦燕下晡特别接见伫澳洲网球公开赛拿下双冠军的选手梁恩硕，大大肯定伊的优秀成绩。同时也表示，会甲教育局讨论安怎伫网球选手的训练甲栽培上提供更较侪资源。这张相片记录下梁恩硕选手伫咧球场的姿态。梁恩硕也伫咧今年下青少年澳网女子单打甲双打的双料冠军，不只是台湾之光，也是咱台南的骄傲。下午市长李梦燕亲自接待。同时也鼓励伊爱继续坚持这条网球之路。恩硕的成绩，刚刚主任就介绍的非常详细真的是很不容易。恩硕身高158，最近有没有在长高？能够在我看很多外国选手都就管了身高女生180以上，这个很普遍那所以我们能够克服东方人的身材上的劣势那么能够在国外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好的成绩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可以说是突破以前王思婷，还有詹永然、谢淑薇他们过去在青少年时期阶段所创下的成绩，那也突破像现在杨中华的成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梁恩硕选手也特别准备了签名球甲相片来送予市长甲教育局长，感谢市府的鼓励甲照顾。台南市政府也继续规划运动选手的相关事项，希望会当伫未来有更加侪出身伫台南的优秀体育选手。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为着突破传统土葬，也就是利他的观念，民政局伫3档外前已经伫大内设立生命纪念园区，采用的就是类似树葬的方式，也就是植存。其中曾骨灰的阿嬷嘛进展到第2代，希望更较庄严，
借此怀念亲人。这款就是目前各县市用抓帮所做的长途型植村河，不过台南为了较庄严、尊重先人，提高循环利用的价值，甚至符合家属孝念亲人的心情。日前伫议员开立建言以后，第二代植村河上午正式启用。我们一起把它掀开。揭开方巾。台南市第二代植村河启用万方宝巾。就亲像各长加速参与者所展示的动作，用水滴的形状来设计，就是打击人体，亲像将思念亲人的心情给染掉同款。后辈在捧着长辈的时候，那跟自己的身体紧密的结合，就像是一个尊重自己的长辈，拥抱着他哈。那接下来我要打开，大家看哈，大家看，这样子是什么？是一个水滴啊，那代表的是什么？你的眼泪，代表你的眼泪，代表你对先人的思念，对先人的思念。那打开来之后，它变成是一个心形，你对先人、对你的长辈，永远的这个都在你的常住在你的心里面，哈，就变成是一个心。那合起来之后，大家看哈，这一样，刚刚讲一开始的眼泪，那变成心，那变成水滴，融入到土壤里面，跟大地融合在一起。当看到陈宗彦局长捧在身上，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咖喱烂雕雕，就是他真的跟身体的贴近度。亲人失去亲人，我们有时候人生没有办法，一定就是每个人都有终老，但是捧在身体上那种烂屌屌的那种，我真的那种感觉就是，痛失亲人的人有一种把他捧在心上的感觉。根据民众关系所表示，目前这款类似花种也是树种的环保自然下种方式，伫大内目前设立第一座生命纪念园区当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73位先人采纳，可见这款观念已经得到民众认同。台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市府环保局去年伫安平区设立了大型资源智慧回收岛。吸引4万民众参与，回收150吨资源回收物。今年更将这个环保的新方法，刷到游客真济的进行上传来举办，引进小型的智慧回收机器，或做环保也变了真实行。环保局13号伫进行街举办小型智慧回收机器启用仪式，而且这项计划佮结合了进行上传8景点街，民众只要使用智慧回收的机器收集回收资源，就当得到商品折价券。希望借此吸引更较侪少年人共同做环保。垃圾分类箱呢有一个断层国小做真好然后差不多50岁以上都做真好，就是我这种的大部分水拢是啥物件？年纪较大的什么人做较无遐尼好，就是啥物件？少年家因为少年家认为讲做这个资源回收好像是一个蛮逊的工作所以阮一直希望讲是不是引进一寡较先进的方式咱即摆第一个大型的回收站，咱已经有一个大型回收站。我想大型回收站伊要设置当中伊的地点不好找维护呢也不容易所以这一次很谢谢洪执行长，阮这边合作，阮推出来是咱后壁看到一台，谢谢大家尔谢谢大家一台尔那它呢以后呢会慢慢研发出来，起码目前的回收什么东西瓶罐类，那慢慢我们就可以回收各型各样。那我们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要吸引年轻人，因为这个地方年轻人很多人要来这里。环保局也表示，这套机器只伫进行街设置8个礼拜的时间，民众伫这段时间不妨来一抓进行街，共同做环保提回馈。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旦灾害发生时，要怎将民众引导到避难收容所是非常重要。因此，开启玉峰宫关注北区共数30万，协助设置避难的扛棒，和北区21处的避难所指引更较完善。北区目前的避难收容所总共有21处，会当收容15000多人。
地点大部分是高中小的活动中心、重要路口等等。一直到去年为止，以公部门经费设置完成的只有3处，后续还有18处也未设置。因为公部门经费有限，北区区长李煌新因此向民间找寻力量，最后找到热心公益的开基育风奖，捐赠30万，将北区全区的漂亮扛棒全部100到位。应该来找天公来给咱保庇啦，所以讲吼，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咱天公庙，我来找杜主任，杜主任讲嘛，拄好有机会赶紧的，因为今仔做热心的来召开委员会吼，嘛真感谢咱所有委员，秉持着咱天公伯吼，咱照顾咱的迄个百姓的这个精神吼，马上无地久的讲好，阮就赶紧来处理这件代志，所以伫咧遮吼，特别伫咱天公庙遮吼来办这个记者会，这方面甲咱注意委员，搁咱所有的技术拢总来做一个感谢以外，伫咧遮吼透过麦克风嘛来甲天公伯感谢一下吼，马上来开个委员会，伫委员会大家来赞同，来投资第一个30万，吼。来，互区长北区来做这工作，所以特别就感谢区长，再来感谢阮迄个开启育风奖育风上帝，来甲大家斗比来宣扬育风上帝。对着开启育风奖慷慨的帮助，北区公所表示感佩，也呼吁北区的民众，除了会当为漂亮的扛棒得到防灾助信以外，也会当多加利用公所的网站以及脸书粉丝团防灾上重要顶平台，查询相关的资料，将灾害损失降到上低。单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人爱读册。台湾双全每一档拢会举办公益音乐会，多年来拢无中断。而这次的售票所得，除了关乎台南的社会福利团体以外，有部分要捐出来作为花莲大地动赈灾所用，希望帮助花莲早日重建。台湾创全甲第二天，上午邀请到社会局甲一个社会福利团体，指挥为将伫3月16号举办的公益音乐会召开记者会。选过这次将有小提琴大师苏宪达、声乐家卢琼荣，甲日本的管乐手鸟乐浩一以及一乐团共同演出。而且售票所得将全部捐予台南的社会福利团体，甲花莲大地动赈灾所用，希望帮助花莲早日渡过难关。这次的话，就是我们转做这个也要转做这个花莲赈灾哈，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社福团体以外，我们也一样要一起帮忙花莲赈灾。那同时我们也会指定捐款，希望继续照顾花莲灾区的花莲这个受灾户的那个学童在学的学生，他的就学生活就医这部分我们可以指定捐助希望让它落实在更多孩子的照顾。旺泉办这个公益音乐会是每一年都持续在做的那每一年都是它的门票都是全数捐给没有扣什么全数都是捐给我们相关的社福团体。那今年因为很不幸的刚好发生在0206发生花莲地震的事件。
那我想我们台南感同身受哈，所以我想旺泉把这个公益音乐会转化，那把部分的经费捐赠给花莲，那一样还是要保留一些照顾我们台南的社福团体。我想可以看出我们旺泉的用心哈。蔡议员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心哦，绝对是非常的令人敬佩的，因为多年来不变而且不断哦，那而且他都亲自上台演出啊。那其实我曾经遇过蔡妈妈哈，蔡议员的母亲哦，那在这个音乐会的现场也是非常的热诚的在招呼着很多的好朋友，很多的这个参与音乐会的人。我觉得他也跟我说，他这样子的支持，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行动来做公益。这场公益音乐会3月16號暗時7點半，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藝廳登場。歡迎民眾踴躍上兩廳院售票系統，也就是創作服務處購票，只會用音樂的力量來幫助社會弱勢，也幫助華人重建。但是我們嘉山林根採訪報道。西區扶輪社每一檔利用定期的社會服務來幫助弱勢。今年因除了關注中西區的低收入戶以外，佮針對瑞府異地中心的受助者，交俾號召社友鬥3天，總共捐出25萬，相當慷慨。为了感謝並且歡迎西區扶輪社的社友甲議員安玉紅的愛心牽線，隨後異地中心的青年鄧慶英並寫佇高角頂面的學習成果，包括主持人嘛訓練家己的學員來擔任。根據了解，西區扶輪社年底才拄完成關注低收入戶的社會服務，不過社長又願加碼來關心隨後這群弱勢。而且一號召社友的小鎮響應，一擺就捐出25萬，相當慷慨。赴益智中心來送一點那個加菜金，還有過年的禮金，好，希望大家過新年愉快，好，大家恭喜，好，在此先祝福各位身體健康。會長議員安玉紅嘛相當感慨，因為社會攏會為類似地當集中發揮愛心，唔過嘛驚疏忽掉產生隨後這款影響經營的單位，好有大家持續關心。咱這段時間，咱的社會無啥平靜，台灣是一個充滿愛心的所在。但是，若每一屆有這個較重大的代志發生的時候，社會各界的愛心攏會去集中喺某一個事件頂懸。那麼，咱知影講。要做的工作是會有排擠啦，吼，愛心的捐款，當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就會排擠到有些需要永續關心的單位，尤其是像瑞府，這是咱在地需要咱大家長期關心的機構。這擺捐款予中心所照顧，包括兒童早療到18歲成年，總共225位弱勢受到幫助。予主人感覺雖然有寒流，但是真溫暖，閣真幸福。台新聞管及郭博義採訪報道。東山的咖啡樹因為種地低海拔，所以若是要呈現好的風味，就必須佇後續加工的部分投入更較濟生活。對此，有咖啡農採用蜜處理等方式，不但突破現有的限制，更佇全國的比賽當中得到因這種的肯定。這間位於台南東山的咖啡莊園，以300公尺嘅海拔種咖啡樹，成功得到105年度台灣國產精品咖啡豆餅乾，其他處理組的因這種引起關注。園主王超勇強調，嘅海拔種出來嘅咖啡豆，就必須以加工處理加技術來突破現有的限制。所以這就是必須不斷試驗的所在，也是真關鍵的一步。105年那個咖啡的評鑑銀質獎，因為這低海拔要得得到足困難的，因為得得到是跌破專家眼睛，因為這個海拔要得得到是講咱靠後製，什麼後製？講咖啡為長定慢軟，安怎乾燥的過程就是後製，咱是免去予伊發酵。產生裡面的風味，讓它咖啡裡面那個酯化，那產生很豐富的味道。
那就要靠很多手法，那要温度的变化，那你怎么去干燥？那要时间去累积那个经验，还有办法，咱的咖啡会比足赞的。讲到啉咖啡的下文，王超勇认为，一杯咖啡啉1-2点钟也无算超过，因为随着温度的改变，好的咖啡参数也会不断变化。因为好的咖啡会都有各种水果味，也就是微香味，散发出让人感觉爽快的爽快甜味以及回甘。以前我们喝咖啡就是说，就安尼啉袂念啊。以前人讲咖啡就苦苦甘甘芳芳啊，讲不酸不苦不涩啊。不过我感觉咖啡若不酸不苦不涩，我们叫不好喝。咖啡要带一点酸，一点酸入味了，伊才有丰富的层次，才有变化。因为我真正叫人甲一杯咖啡2点钟，因为你会当为烧啉较冷，咱咖啡若烧的时阵有烧的味，冷有温的温的味，冷有冷的味。咱会当互伊讲咱的咖啡会当为烧甲温较冷，迄个味变会变化，是先做安怎？其实咱咖啡，咱是讲，咱要啉咖啡因为咱就是讲要感受那个味道嘛。咱讲聊天的时阵。啉一喙啊，吞落，气胃鼻孔出来，感受咱鼻腔里面那种余韵，咱就感觉被无呀，我们再喝一口，我们在聊天在这个地方放轻松，所以我们那一杯咖啡啉1点钟，如果我很放松，其实我可以喝2个小时，因为咱慢慢品尝。那啉咖啡，那欣赏周边山脉的美景，让人心情非常轻松。咖啡庄园的主人欢迎大家以拜访老朋友的心情来啉一杯咖啡，品尝咖啡香甲台南人的宁静味。咱新闻早晨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3度到20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2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